东突厥散又传出悲惨消息，据报道，另一位来自东突厥散的宗教学者在中国监狱中遇难。据东突厥散时报报道，东突厥散最伟大的宗教学者阿卜杜黑基姆马哈杜姆的儿子阿卜杜可伊玛阿基于8月在中国监狱中死亡。据悉，阿卜杜可伊玛阿基全家人于2017年被逮捕。阿卜杜可伊玛阿基于1957年在和田地区皮山县出生，他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学者，在东突厥散伊斯兰科学领域享有盛誉。近几年，东突厥散已有数千名宗教学者和伊玛目受到了中国当局非法拘押，其中一些著名学者已被证实在中国监狱死亡。法国维吾尔人发起了一场名为“唤醒世界的一周”的意识运动，揭露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破坏和集中营政策。在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拉佩尔·格鲁克斯曼和欧洲维吾尔研究所主席迪利诺尔·热伊汉发起了一场名为“唤醒世界的一周”的宣传运动，以提高法国民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意识。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收集了超过20万个签名，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为维吾尔人发声。拉佩尔和迪利诺尔发起的运动动员了法国人民，为了宣布中国对维吾尔人施加的压力和破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标题为“法国为维吾尔人”的帖子，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积极响应声援维吾尔人的活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0月2日发布政策指南，表示不会受理极权主义政党成员移民美国的申请。根据公告原文，这项规定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禁止曾是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端主义政党或附属机构的成员进入美国。报道指出，该法律有效地阻止中国共产党成员永久居留美国或获得美国国籍。土耳其对亚美尼亚袭击阿塞拜疆第2大城市干杰市表示强烈不满。土耳其外交部就亚美尼亚将平民作为目标对干杰市发动的袭击发表书面声明。声明中说，今天针对干杰市平民发动的袭击再次体现出亚美尼亚不承认法律的态度。土耳其外交部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亚美尼亚的这一行径。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加州林业与消防局通报，今年火山烧毁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土地，达成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近 1.6 万平方公里，并已造成31人死亡。声明中表示，由于干旱与炎热天气，而在每个夏末开始，并在被称为大火季节的9月到10月份呈现出加剧态势的加州大火，今年以创纪录的水平蔓延至80多万公顷的面积。根据美国国家机构协调中心的数据，今年的大火摧毁了8200多所建筑物，截至10月3日，已有53000多人流离失所。